足欢喜的，恁欢喜，我嘛缀咧欢喜。笑是一件足健康的代志，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。不管拄到什么代志，咱拢爱笑笑去面对。今日所有来到现场的家庭哦，因是安怎去面对亲人之间的问题，不管是破病、工课，还是感情，伊是安怎用笑容去互相鼓励、互相扶持的咧？哇，想要知影伊的故事，就紧来欢迎头一组真正高。欢迎！再来欢迎上赞有够赞！哇！哎呀！最后一组欢迎康笑帮有帮上水。欢迎！耶！欢迎大家！欢迎！来！哦，拢足够水的。对啊，大家嘛拢笑甲足欢喜的，希望恁今日拢会当甲幸福的摸回去。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真正高！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四个人的大安后生谢顺福、贾顺福。大家好，我是谢晶晶。大家好，我是真正的阿姑。头一摆就这幕较紧张啦。哦，较紧张。阿姑拄下无讲名，我想讲的是毋是叫晶晶菇？对，所以晶晶若是叫做金针，就变金针菇啊。不是啦，啊，不过晶晶的台语是金晶，金嘛是最好听的。啊，今日是安怎找两位时代？啊，不，歹势。一个是哥哥，一个是阿姑。系哥哥甲阿姑做伙做节目哈。啊，我看阿姑吼，伊拢自细汉就看我甲大汉。对。啊，这位就有较无熟啊。我嘛是换过石猪啊，什么都无是安尼哦啊，你足熟的系啊。啦，哎呀，你大金针几岁咱差不多20桶啦。 ？20桶。我嘛是20桶岁的时阵生我大汉查某囝。啊，你即马几岁？我即马嘛是20 40桶啦。我嘛是20桶，我桶40啦，桶40。加起来拢60。哦，啊，你自细汉看金针大汉，嘿，你对伊敢有啥物印象？你敢会食伊的醋？我有啥物好醋互伊当互你食的？我唔是用食，我是用啉的。用啉的足大罐的。足大罐的。有一届哦，我甲阮查甫啦朱大哥吼，我咧开车吼，我开讲去讲着罗大佑，我就讲罗大佑伊的老爸老母就自囡仔时代就要钢琴互伊弹，嘿，对。所以讲伊今仔开始变做这个音乐教父罗大佑。是。我摆的时候，你若是卖买去投我，你也买钢琴互我，反正我今仔日嘛是的，阮爸印啥你知无？ 哈，什么？啊，谢晶晶都无啊，你太会啊多点的啊，伊就讲敢若无啥点，雄感觉讲唔对。你是讲吼，袂使，伊若去讲咧吼，这个袂使得失，后摆我爱甲捧斗。我若甲得失落后摆我对不对？无插伊看要安怎？哦，所以这件代志你就一直放在心内。我嘛有一件代志。 为我出道开始，对，头一块唱片的时阵，阮爸爸吼准备个甲伊讲吼，你小妹要出唱片呢，啊你写一个歌，啊你要摕过手啊来，互恁妹妹唱一下。结果咧，一届哦，一张专辑哦，伊个摕5首歌互我。哇，收听到底，收听到底。我想讲，这个哥哥真正哇，哪会遮好啊？尾啊吼，啊这个专辑吼，哥哥写5首歌，爸爸佮甲我。 倒拍 MV， 挺你到底啊！对，所以第一张专辑就足成功的。是。所来要准备第2张啊，爸爸嘛是讲，顺好啊，啊你有啥物歌吼，会当佮互恁妹妹无？啊第2张哦无啦，啊迄爸我最近较无灵感无，我佮后一张啊，第3张我再来互伊啊，佮开始安尼吼，啊无结果，第4张啦，啊无第5张啦，啊无第6张啦，到即嘛我已经出10张啊，伊嘛是拢无写互我，拢无写，是安怎？哥哥哪安尼啊？家己小妹讲清楚。无啦，迄个时阵恁老爸后壁有甲我算数，5首歌算足好的介绍的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即摆意思是尾啊的专辑拢无含你好好算数。无啦，啊，甲恁爱另外算，对不对？哦，讲伤济啊，莫讲。咱即摆迄
休息了，还袂算的，今晚要玩鸡啊哟。我嘛不要紧啊，对不对？反正也无啥财产能分啊，对不对？较冷静的，较我冷静。都想是讲我看这个感情较好，这个感情我感较好。觉迄哥哥的心情拢写伫迄歌内底啊。你看迄歌的名，你甲出走啊，天地无目睭啦。现在会写这种歌，妹妹啊！一个老爸才疼小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我这个后生要碰到，拢无要插潲我，害我想要离家出走。嘿，哎，啊，离家出走了后，就怨叹天地无目睭。你啊，各位暑拢有了解假足可啦，怜的，你拢有了解啦。这几条歌真正足红的吼，啊，搁有袂啥歹？袂歹。我即马知影是安怎阿舅甲你的感情就好诶，是安怎讲？因为阿舅拢袂晓讲话啊，是啊，你一直讲，你两个拢袂冤家。无啊，因为阮两个拄啊好共一个老爸，啊话较济啦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因老爸是阮阿公啊。嘿，我知。来阿舅，小姐问一下啦，你对金晶这个囡仔有啥物印象？细个时阵较顽皮啦，较顽皮啦。啊，你金晶，你今日要爱幸福礼，是不是要摕来送给哥哥？希望哥哥搁写歌给你。毋是，啊，不是，我感觉无论我搁送伊啥物礼物，伊拢袂搁写歌互我。伊个计小乔袂好势，小乔袂好势。啊，真正都有欠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做这代志爱处理的吼。好，那呢，咱做伙来看，因今日想要爱幸福礼到底是啥？噔噔，空气过滤机。现在是这个礼物。这个幸福礼咧，其实是要送互阮妈妈的。哦嘿，因为阮妈妈气部个较无好。哦，啊，因为阮兜搁住伫咧马路边啊，是空气较无好。最近个有咧扫啊，行无几步个会喘啊。对。我想讲吼，这个礼物一定会伊足介意的，哇嘛会当互伊身体较健康的。那呢，你今日一定要好好加油。好，你若是无赢到这个幸福礼，可能就要搬厝啊。嘿啊，啊，你开较济啊。马上来进行着坡嘛着踏，鸡龟啊小抱一个，袂当拉涂骹，30秒以内甲尾啊踏起来，搁爱收起来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3届机会哦。这欢迎来啊，真紧呢，足困难的，足困难的。啊，点样出来练习，敢有成功过？毋捌，一届都毋捌。哥哥咧，伊有敢一届你要成功啊哦，结果失败。结果鸡龟啊落伫咧桌顶，伊规个起屁面。安尼哦，来，咱做伙来看卖因练习的过程。厉害无？安尼就成功了呢。简单啦，你领导遐大口就会晓啊，我体格真好。真啊，客，你莫臭屁呢。来，过来。好，来试看卖行。来，我看你时间偌久，我帮你计时。开始。慢慢看好，来，开始。我明白呢。即摆已经35秒过去啊，已经20秒啊。喂，来，起过来，好了。啊，无事。是。好啦，啊无换你啦，看你无。我来试看嘛，喂，啊你要去对啊？你要去七路食阿妈饭了啊？哎呦，是要去对啦。你今仔算命球，你算啊几根啊？安尼也会使哦。困，你家己拍，安尼会使。这真正足困难的呢，我觉得拍波会当。后摆你做一个较好谈的食堂好无？你莫做这遮困难的好无？哦，你要等就要来食饭，好无？莫啦，这一届啦。这届敢若有看到啊？擦掉啊！安尼就无过关啊。没事。啊，这遮困难啊，你要安怎啦？啊，无咱找人来斗相共。嘿啊，嘛是爱找人来斗相共吼，啊要找啥啊？恁姑啊。阿姑。嘿，恁阿姑吼，较无像恁哥哥安尼吼，手会搓。手拢会咧搓啊，所以讲哦，找恁阿姑来斗相共。来，靠后伊。来，我靠阿姑。喂，阿姑，我有一个好康的报，你知啦？咱吼做伙来去上节目，啊过关摕奖品好无？阿姑讲好呢。好，OK。是不是足困难呢？这真正无简单啦，慢慢来。
有人偷盗3工，安尼就无准算啊啦。爸要成功啊，要成功啊！紧个，搁差2个。啊！哇，成功啊，成功啊！好，安怎？小款，你感觉？我无尴尬咧。为着咱的幸福咧，阿姑哥哥，咱一定要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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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，哥哥，你千万唔通冰岛，好不好？我听你。真正高，请就位。着坡嘛着塔，请开始。哎呦，哥哥就认真嘞，开始啊！哎呦，继续。是不是真正就到？这把给过来时间啦，时间。哎呦，小塔，不是，哎，你等等。气死！好简单，我冰岛的好啊。啊，你加几啊用破的，我等是咩算啊？系啊，不要紧，我还有一粒吼，我拄啊去过路的，来，给我揢出来。敢是这粒。嘿，是。今嘛我真正来挑战，着坡嘛着塔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来哦。哎，所以也是决定哦，爱用较悬的。哎。莫怕伤头前哦。哎呦，你怎么样？够20秒，来，够时间，哎，结束。着坡嘛着塔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来哦。哎，所以也是决定哦，爱用较悬的。哎。莫怕伤头前哦。哎呦，你怎么样？够20秒，来，够时间，哎，结束。哎呦，紧起来！哎，等下啦，够偌久啦？哎，这规矩啊有去过路吗？阿姑去过路的啦。哦，是阿姑去过路，所以阿姑所以只有阿姑会当用。这加几啊听伊的话。着坡嘛着塔，真正高，最后1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，30秒，阿姑。阿姑加油！阿姑来。来哦，豆豆来。哦，收火，有机会。过来。头前，哎呦！修塔，你也不要修塔。过来，斗啊！修塔。7、6、7、3、2、1，哎呀，真可惜！成功！修塔。哎呀，修塔啦！唔知影现场的观众朋友感觉这游戏是简单还是困难？观众朋友无限时间，只要加几啊摆，咱落去涂骹，完成读杯啊、甲收杯啊，都会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哦。我算到3哦，1、2、3，哎呦，这衫上特别，这位朋友来欢迎。一看你的衫就知影，你是下一衫足水的呢。哎，后壁还有呢。来，谁一领？哎呦！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林以晨，你支持整整偌久的时间啊3年， 3年哦。你上介意的是倒一条歌？数2月心。好，真正应该是铁粉啦，对不？对，那好啊，加油哦！金晶在边啊，替你加油哦！好，来，着坡嘛着塔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来哦，无限时间哦，豆豆来是我紧的哦。对，刚刚有机会哦。这个红黄色较好呢。
我去开30秒以内就完成啊！较细腻的哦，所以你要去踢球，莫抢去踢球不要哦。而且伊无练习过呢。来，最后一个，哦，你看诶，好，收起来，咻咻啊！收啊！来，来，收，收啊收，不是收气球啦。你是来耍哎呀，鸡龟这波袂歹哦。哎呦，继续哦。你是来耍鸡龟你是细汉时阵无耍过鸡龟啊？即摆补回来是无？好，来，要成功啊！ OK， 啊，各位，大家。来，这条鸡龟啊，这听伊的话。啊是你鸡龟仔无你炸上去好啊？有欢喜吧？哇！而且晶晶一定要给你加油对吧？有啊！哇！今日在困的时阵买笑啊！感谢你！恭喜！来，继续欢迎第2组，欢迎熊赞5告赞！大家好，我是熊赞妈妈。耶！我是浩浩，好好。大家好，我叫祖祖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熊赞爸。熊赞爸，欢迎。现在是熊赞妈妈跟熊赞的爸爸。因为这两个囡仔细汉的时阵身体就做无好的，所以阮在照顾的时阵拢介辛苦。然后希望伫囡仔面头前，我拢莫表现着较无好的心情，情绪影响着囡仔。希望伫伊的心内，阮是上赞的爸爸，上赞的妈妈。哦，真感动的呢。囡仔破病哦，对爸母来讲，真正是心足疼的。是啊。对啊。啊，祖祖是倒位无爽快。伊皮肤过敏，最严重的规身躯拢是。哇，你有相片，这是异位性皮肤炎对吧？对。哇，安尼就歹过的呢。啊，不过恁阿母真正是足拍拼哦，因为祖祖今麦看起来是完全无代志啊，对啊，嘛无系啊，足水的。你顾了就好诶，哦，真正是上赞的爸爸妈妈啦。多谢。啊，浩浩嘛，皮肤的问题吗？浩浩唔是，伊是出事心中有一个所在，有一个坑，足大坑，爱人讲的追踪，所以迄1个月内底拢爱摕药啊，啊搁注射，啊3个月因为伊的体重有较重啊，所以一件搁爱注2支，治疗要差不多1年的时阵，较有较细坑，啊毋过到即马搁还袂完全好完。啊，伊无爽快的时阵，敢袂有啥物状况？伊啊口拢会面会迄个变青色。无法度喘气，对。啊，阮内底甲注射的时阵爱疗好，啊，无伊的气力足大力嘞。哇，安尼爸爸妈妈真正足辛苦的呢。安尼敢袂去影响到恁翁仔某的感情？平常心，因那种艰苦啊，袂使对伊哭安尼啊。爱还勇敢的，袂使互囡仔知影阮在烦恼。啊，敢会为着啥物代志冤家啊？是无欢喜？当然，来较忝的时阵，有时拢困无够的时阵，爸爸甲趁钱的时阵，迄个。情绪个无好，当然有时讲话个拢较歹听。咱拢是做爸母的人，所以拢了解。假使讲囡仔若是破病哦，迄毋若是忝尔，迄是规个心情、规个生活拢会受到影响。对啊。啊，会当做伙面对遐尼侪困难，是毋是因为恁自结婚之前的感情都拢足好的？阮对高中个熟悉，啊，毋过时阵因为要读册，是个无做伙，个到大学3年的时阵，迄时阵有 Facebook， 我个较主动去甲伊联络，然后伊个会记我，啊，阮个做朋友做半年，阮较做伙，遐个会甲我要10档，阮爸爸个甲阮逼婚，讲因为伊是孤囝，看我有要嫁伊，无要嫁伊，甲伊放伊自由，我就想讲啊无个结婚好啊，个来个生这2个宝贝安尼。哇，你遐尼爱囡仔，今日要爱幸福的，是毋是嘛？甲囡仔有关系？有。因为阮厝是一般在使用的迄个洗衫机，若无伊迄个较湿气嘛，啊有时啊囡仔的衫裤较济，阮内底晒衣的时阵，啊阮迄个所在个较无方便晒衣，啊在收入来时阵拢阁有湿气，啊囡仔伊皮肤个无好，所以阮想讲烘衫机摕倒来厝，互囡仔会使有小小的迄个被，小小的衫裤通穿，对皮肤嘛足好。咱做伙来看因的幸福的烘衫机。一
真正希望恁会当甲幸福的无断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来，。规家伙仔等下就做伙加油啊！好，加加油！马上来进行甲巴精致滴。本汤和参甲巴土子用纸甲乒乓冻掉，全部有30粒乒乓，20秒以内全部拢冻掉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哇！你拄则咧介绍这游戏的时阵啊，我就感觉讲台语有当阵真正足趣味的呢。你敢知影是安怎青蛙的台语啊，会叫做蛤蟆？是安怎？因为叫声拢是蛤蟆、蛤蟆、蛤蟆。哎呦，哦而且唔那是台语哦，英文嘛是叫做 frog。那是安怎？英文甲台语的叫声是无共的。因为足侪种无共款的青蛙啊。哎，你确定？来，咱做伙来看练习的过程。如你即马都唱的吗？卖伫白。手是安怎？过敏若是，啊要安怎？啊衫裤咧？衫裤有搭无？无搭个淡淡。啊内底是啥？干嘛？真记滴。甲巴精致滴。按先来练习，分看卖一遍，啊上准啊！好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安尼会使哦。哦，会使。5。练习看卖啊！来，过来，会使无？来！哇，妈妈最厉害哦！这样串的，唔知敢会使成功。妈妈会使成功。为着这个幸福咧，咱来加油！来，妈妈，阮来练习，看你会使分偌久，20秒好无？好。开始。叫你分是叫你分喙安尼。 10秒哩啊，10秒啊！妈妈来，妈妈。啊，迄个啊，本来来个安尼啊。妈妈，你会使无？即马几秒啊17秒，18、 15、16、17。好，停。来，开始哦。加油！爸爸认真了无？安尼，加油！上准就准。搁一粒，袂使用力，搁一粒。好，加油！再来，好，加油！Go！ 加油，搁一粒，不能袂使用手，加油！哎，瞄准，开始。好难哦，有难度。因为我们的是凹下去的，跟他们的那个杯子品的不太一样。哦，倒了不行，没关系，继续练。然后地板的捡起啊。为了这个幸福嘞，妈妈加油哦！加油！啊，2届机会被派向来挑战，哇，爸爸先来。拢是爸爸。爸爸头一步。爸爸先来，爸爸那第先来。二届是妈妈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叫啊是安怎安尼分配？像讲也失败，我会有迄个必胜，要赢的决心。哦嘿，对。你确定是要赢的决心，还是受气的力量？拢有。做伙加油一下。好。来，上赞有够赞！赞啊！上赞有够赞，请就位。甲巴精致滴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加油啊！快点，爸爸加油！快点！失
我感觉爸爸已经算足紧啊呢。系啊，哇，真可惜，哦，就串呢，就一直串啊，一直分，一直分，一直分。你看爸爸安尼，你家己敢有信心？有啊，试看嘛。加油！第二届挑战，请就位。甲爸经济的第二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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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爸爸安尼，你家己敢有信心？有啊，试看嘛。加油！第二届挑战，请就位。甲爸经济的第二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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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妈今麦心内是啥物款的想法？等于袂甲爸爸处理啊。袂甲爸爸处理啊！来，爸爸，有啥物话要对妈妈讲的？妈妈，我爱你，辛苦啊！我嘛爱你。哇！真正无简单呐！做伙经过遐尼侪困难的代志哦，囡仔破病啊，两个人唔爱上班，爱趁钱，搁爱处理真侪囡仔的代志，啊，搁会当感情遐尼好，真正无简单。相信你的故事嘛，互真侪人有力量继续向前行。而且哦，真正看出来啦，因为阿母到今嘛，不管是经过偌侪困难，感情也是足好的。所以观众朋友一定会感觉讲，既然因两个人感情遐尼好，是不是会当现场来处理一下？来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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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大家恭喜上菜上菜，5个赞啦！好，观众朋友同款会当摕红包，限时20秒，20秒以内，甲15粒乒乓拍落来，就过关。上要来挑战，我算个3、7、2、3，来，中央区姐姐，欢迎。你叫啥名？我叫阿斌啊，阿炳啊，你平常是做啥物工课？我是教囡仔的，教囡仔，你是老我是安亲班老师。哦，哇，啊，有啥物撇步会当甲阮教者？毕竟阮兜有4个囡仔。要冷的买晒，冷的买晒，但是伤过分是嘛是爱小看，就是可能会一寡小小的教示，但是会教示了，甲讲道理了，啊，就会一寡好处嘿。做老师爱真有耐心呢。啊，你拄仔看因算这个游戏，敢有趣味？这个嘴暗足高嘴的。加油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甲爸经济的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老师加油！加油！有机会！加油！老师啊，你就有统计的天分呢。老师，多谢你，恭喜你！哇，赞！相信今日是足欢喜的一天啦。对啊。对恁的家庭来讲，嘛是一个足美好的回忆。啊，恁阿母敢有啥物话想要对互相加油一下？妈妈加油！怎安尼尔吗？对。我哪会感觉妈妈搁要生气啊？你怎么辛苦你啊？妈妈，谢谢，做伙加油。俺搁做伙拍拼，互囡仔健康平安大汉。祝福恁，永远拢是上赞的爸爸妈妈。谢谢。嘛，祝囡仔拢会当平安大汉。谢谢。再来欢迎第3组，欢迎康笑梦有梦上水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邓怀婷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，我叫魏若晶。
大家好，我叫做佩晨，我是阿嬷。阿嬷你好啊，还有西西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西。叫高水耶。是安怎会互空笑梦有梦上水这个名？因为有梦上水是大家拢常常咧讲的事。因为我做食的。做食的。做食的，我做爱食的，所以就爱食的。做爱食，我的梦想是开一间伊扎卡亚。伊扎卡亚是居酒屋，对不？对。我巴肚就枵的呢。我看起来拢最好食，这拢是你家己去研究，家己开发的。对，看起来真正是好食，而且拢是足合阮某的胃口的。上倒边迄是啥？迄是日式炸麻糬。哇，看起来足 Q 的吼，足软 Q 的。迄是厚片吐司做的。迄唔是真正的麻糬，毋过做了做成麻糬的。迄口味食起来做成的。这拢是你家己研究出来的。好，真正有用心。西西今年几岁啊？2岁。2岁哦，真高水。大家拢讲哦，查某囝是迄足温暖的宝贝。你是毋是就疼惜伊的？对啊，有一摆我去店家买乳磷粉的时阵，迄店家大好有送迄礼品，伊摕着礼品就走过来找我，讲哇，谢谢爸爸。我看了做甲伊笑，佫是足感动的，因为我做大声。其实我嘛是安尼啦，毋过阮某常常会讲我安尼，就是甲囡仔心歹去。系啊，因为我知影哦，不管是做爸爸做妈妈的啦，有当阵你评估了，这是会当互囡仔的物件，囡仔会迄句感谢，好，爸爸妈妈拢听了就欢喜就感动的。一切都有价值啊。系啊，妈妈甲爸爸是安怎熟识的？朋友介绍的。差不多是偌久的时间才做伙的？差不多咱去看2届电影就。2届电影就做伙啊！哦，你真正是足有福气的。你敢知影？我叫阮某半年拢还袂做伙，伊个一直甲我拒绝，一直讲哦，你无适合我，你无资格追求我，起码家己拍家己的面。安尼你唔才会好好珍惜，对吧？无啊，伊看2届电影就做伙，啊，唔是共款珍惜。无，咱阁有分手。就讲有分手，是安怎？差不多半冬的时阵分手，就是安尼跌跌撞撞，即马才会好好珍惜。分手半冬了，重新做伙吗？对，差不多过2冬搁做伙。后来较求婚的，求婚的时阵嘛有拄到迄做好笑的代志，就是咱去求婚的时阵，迄当阵伊是甲因朋友讲要出去耍。伊讲好，你要去垦丁佚佗。我讲好，恁去，我伫高雄就好啊，我伫厝内底就好啊。结果伊就甲因朋友招会去垦丁佚佗。后来我就甲因朋友偷偷联络，我甲讲我要迄天要求婚，我就问恁住伫地，我就去找迄间民宿，我嘛订共一间房间。了后我去的时阵，我就成立房间啊。求婚求了后咧。因无房间通住，因朋友讲有路卡，无路过。后来房间就互别人订去啊。迄人就是我。后来安怎处理？后来就咱做伙住。因朋友咧？嘛做伙住。嘛做伙住。大家拢住做伙，感情足好诶。就加眠床安尼。这嘛是上好的安排啊！你若是无订迄间房间，无得甲互别人订去。对啊。大家拢唔知影要去对啊。伊就无所谓通困啊。是哦，安尼你嘛算是伊的贵人呐。对啊。感情遐尼好一家人，今日想要爱幸福咧会是啥？咱做伙来看。釜山的来回机票，哇！是安怎？因为我最爱食泡菜。是。因为我正常17岁的时阵，高中的时候有去一摆首尔，然后迄当阵去的时阵，逐工拢在食泡菜。我感觉做好食的。我嘛做介韩国料理的。所以我即摆我就是家己做，想要搁去釜山食看卖。去食看卖韩国料理啦。我一直听你讲泡菜，害我嘛就想要食泡菜。我有准备啊。你有准备？哇！韭菜啊！真好。哇，足胖的呢。而且皮起来迄个皮是够皮。OK，够咸的。伫韩国要翕相的时阵，大家在讲啥？kimchi。哇！真好食，真正足好食的，足好食嘞！哇，连刚刚去你店的好啊食看卖，其他的菜一定嘛足好食的。系啊，
那今日一定要拍拼，把这礼物砸上去，好不好？因为想要让伊的技术会当更较进步，咱咧今日就做伙拍拼啊！吼，来，马上来进行求你卖倒单，甲球放入去空桶仔内底，拢总有10球，3球入去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， 2届的机会要安怎安排咧？轮流打，轮流打，妈妈2球啊，4球。4球，恁敢有认真咧练习？有。这是咧，哎呦，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对，这是啥？这好啊，求你卖倒单。你即摆是讨厌我吗？你搁甲我拍？这是要互你去釜山的迄个入场券。什么入场券？行，你对我行。哦，介厉害耶！哦，妹妹你头食无？妹妹。哦，爸爸做厉害呢。爸爸你是不是有偷练过？有啥物你拢一直入去？你拢无带出来呢？你是不是家己去夜市啊偷练过？妹妹招啊过，妹妹招妈妈过。哎，你看我就袂使。因为你等唔到，你爱等伊倒大串，安尼等。你看。哦，我等看卖。等一下较紧，因为等一下较紧。哦，对无？我知影要哪等啦。哇！换你记得换你。哎，你头食无？喂。生单独啊，迄2个游戏有信心啊。该连接啊，该连接，无什么信心，该连接。来，食饭。哇！你看爸爸可以来当传这看，都要去练习呢。真的啊，我感觉即摆去动的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感觉我今日很多去跳啊。安尼啊，教好你啊哈。没问题，放心，教我。哎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耶！虽然讲哦，你有练习，啊，不过迄是无共的呢。汤也无共。你迄个汤啊，当然是定定咧成功的啊。啊，若无咧，你遐深着。对啊。嘿啊，你球投入去就走袂出来啊。啊，你今日看到这汤啊，你敢有足烦恼的？小可。啊，你敢有信心？有，嘛是刚刚有信心。绝对的成功。绝对的成功。哎呦！来，空笑望有望上水，请就位。求你卖倒单，请开始。阿妈加油哦！阿妈加油！阿妈加油！阿妈加油哦！啊！加油！哎呀，差一点嘛！加油！哦，这是叫无简单，拢扣是讲会入去的。嘿。即马差2粒，加油！铲球度假，赶快！哎呀，真可惜！爸爸换你啊！爸爸加油啊！加油！哎呀，哇！加油哦！紧张啊！哎呀！即马2粒拢需要入去才会当过关啊！啊，真可惜，无要紧，搁练习1球，来。哇！真可惜，失败啊！来，毕竟哦，因伫咧厝内
练习的迄个桶啊是无共对，的。啊是毋是直接拍着桶啊底部就真够弹出来？哦，迄个弹毋是公升球的哦，可能会大转来到你的面，无你试看卖，你徛伫遮来，你徛伫遮，徛伫遮，嘿，然后你伫遮位迄桶啊的上深的所在弹，看你徛伫遐卖叮当。你真正是足准呢！你讲这下会当插练这边，会然后拍着我，恁感觉哦？第二届，恁放较轻松的啦。第二届机会要安怎调整？嘛是共款，嘛是共款。观众朋友，替因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耶！来，空笑梦有梦上水，第二届挑战，请就位，求你卖倒单。第二届挑战，希望会当过关，请开始。阿妈加油，阿妈，我相信你做得到。啊！阿嬷嘛想要插练，插练，来较大力咧！哎呀！哦，我妈妈加油，加油！啊，真可惜，过来！哇！豆豆来，豆豆来！成功啊！对啊！求你莫倒大啦，求你莫倒大，一定要成功！好。哦，爸爸，今摆压力拢伫你的身上啊，吼，佫需要2粒，好，来。哇，真可惜哦！啊，不过我感觉状况比头拄更较好，对，有进步啊，有进步啊！哇，佫是2粒拢爱对。哇，压力足大诶，足大诶！哇，无要紧，佫练习者。哇，真可惜，失败啊！哎呦，无要紧，这真正不简单呐。对，爸爸，我甲你讲，有真侪所在哦，拢有咧卖韩国的 kimchi， 你就直接去买食看卖，好不好？啊，祝福你的生意愈来愈好，哎，该趁钱去买这釜山的来回机票，带规家伙仔出去佚佗。后届再过来挑战嘛赢的，好。来，刷落来，哇，观众朋友一个人来挑战，有5球的机会，只入去1粒就过关摕红包。我算到3、7、2、3。哎呦，这位黄色衫的哥哥，哎呀，哇，你灰色组就缘投的哦。你穿甲啪哩啪哩。大家好，我叫阿林妈。阿林妈，拄则你看因路挑战，是不是？这真正无简单，真正无简单。啊，你敢有把？无一定。你这个穿插应该是寒青才会穿安尼。你咧就台表演啊，对无？哦，修你冷气的。哦，啊，不过你放假的时阵，拢介意家己打扮一下，对无？对。因为好看，迄心情嘛会好。对。对啊。好啦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祝福你会当过关。观众朋友的挑战，求你卖倒单，请开始。加油！5粒球，只要入去1粒就过关啊！哦。哎，哦，你真正是讲冷气的呢。较细粒的。哎呦，有啊，豆豆咧调整啊。1球就过关啦。哇，真可惜哦。歪去啊！最后1粒，加油！加油！哇！哎呦，真可惜。真失败啊！多谢。谢谢，感谢。咱过来找一个观众朋友来挑战看卖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算到3哦，7、2、3。哎呦，这位姐姐，来欢迎。你好。我姓林，林素兰。啊，你今日是家己来哦？我跟朋友来的。跟朋友哦。阿姨，来呢。就我看因咧挑战，是不是足困难呢？我试看卖啊。好。试看卖好，加油！求你卖倒单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哎呦！哎，阿姨，较轻一寡。较轻淡薄。
哎呦，差一点嘛！你是互我吓惊到啊？歹势，我想讲你哪会错一条，原来是我叫甲伤过大声。哦，我紧张啊！哎呀！最后一粒，加油！啊，真可惜失败啊！真正无简单吼。嘿，不容易。不容易。我对你有淡薄仔歹势啦。 因为你拄仔咧挑战的时阵，我甲你吓惊到啊！我感觉我可能有去影响到你的表现。哦。无即马我替你牵两球。哎呦！假使讲我这两球有一球成功啊，你赶快会当摕到1000块的红包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加油！来，加油啊！求你卖倒单，主持人替观众朋友摕红包，加油！ 加油加油！我可能有去影响到你的表现。哦。无即马我替你牵两球。哎呦！假使讲我这两球有一球成功啊，你赶快会当摕到1000块的红包，好不好？好。来。 加油！来加油啊！求你卖倒单，主持人替观众朋友摕红包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真可惜我无成功。 哎呀，我这当歌向你回一声失礼啊！你后盖再过来，好不？谢谢阿姨。后盖可能我莫去叫。好，多谢。谢谢大家。哎，多谢。多谢。事实证明，真正是无简单的。啊，不过事实嘛证明，哎呦，妈妈真正有厉害。对啊。好，算几波就已成功呢。啊，不过。 今日嘛是算到足欢喜的啦，对吧？这才是上重要的。欢迎你后盖再过来。今日我拢知影，笑那是上好的营养品，搁较是家庭之间上好的调和剂。所以观众朋友啊，在咧生活当中哦，不管是拄到偌大的困难，拢会互身躯边的人一个温暖的笑容，笑笑的爬起来，然后做伙去面对，对不对？对。 那想要有上水的笑容，都会记你准时收看《公营豆豆奶 Plus》。耶！拜拜！辛苦啊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